安尼是在同题目嘅先后用一空格地度试图看看。第一题，介有冇有一撮金路呢？我用选到用什么？同先后一个拆单一变作我拆都拆冇，我猜都猜不出。同先后二个分单一变作我分都分冇，我分都分不到。同先后三个两单一变作我两都两冇，我谅解都谅解不了。同先后四个慢单一变作我慢都慢冇，我想都想不通。因为前面那句介有冇有一撮金路呢？有问号，表示在自问自答，所以这题安尼不写 C。介有冇有一撮金路呢？我慢都慢冇，那怎么会有一座监炉呢？我想都想不通。第二题，冇唔错，件事情是系用来烧物界用界。一题系讲件事情嘅功能系用来烧物界。一司机，二原子，三火炭，四垃圾。因为我们已经先了解文章嘅意思咧，所以只看到这题是第二选一司机。冇唔错，件事情是系用来烧司机用嘅。第三题，我用选爱件事实文，系冇是为读书唔是咯？我怎样要尽字习文？要不然的话，书会读不好哦。这题嘅答案按用选来写哦。假使你这时想冇解法，是得同先后之中嘅词汇单一，去读看看。先后一单一变作我原来爱件事实文，我原来要尽字习文。先后二单一变作我唔是爱件事实文，我不必要尽字习文。选项三，先后三单一变作我天出爱件事实文，我一定要尽字习文。先后四单一变作我天天爱件事实文，我稳妥的要尽字习文。先后三单一了后，文句读上来意思千连贯。我天出爱件事实文，系冇是为读书唔是咯？我一定要尽字习文，要不然的话书会读不好哦。所以这题嘅正确答案是先后三。安尼大家有把握到填空选测嘅回答重点了冇？今晡日我们大步强嘅抗疫能力，中高级认证口强都上到了位。祝福大家考试顺利，拿到高分了哦！